開箱係最新嘅 Labubu 3.0啊！今次以能量做設計嘅主題，唔知抽唔抽得中隱藏款呢？第一抽會唔會俾我咁好彩就抽中隻隱啊？係藍色款嘅希望啊！佢有雙色刺繡嘅耳仔，眼珠係有閃粉嘅，其中一隻牙仔係有色噶，腳仔就好似搽咗甲油咁，而毛色就好似紮染嘅混色，每隻都唔一樣，係獨一無二噶。第二抽啦，係忠誠款喎，佢係熒光粉紅膠黃色嘅配搭，顏色係系列中最突出嘅，而腳仔都好似前兩代咁係可以轉動噶。第三抽會做咩呢？係平靜款啊！但我唔要平靜，要驚喜，俾我抽到啲驚喜好冇？到第四抽啦，係歡樂啊！不過我覺得佢顏色爭啲，上色效果又唔明顯，我最唔中意佢啊！到第五抽啦，係幸運喎！聽聞佢係最多人中意嘅顏色嚟噶，粉紫再加粉藍呢個夢幻配搭，確實有幾俘虜少女心嘅。咁快就最後一抽啦，好緊張啊！係愛啊，哈利，佢嘅顏色都幾 sharp 啊 ，feel 唔 feel 到滿滿嘅愛意啊？咁多謝，你又最中意邊隻色呢？不如睇埋我 friend 抽中嘅隱藏款啦，眼睛同牙仔都係彩虹顏色噶，而佢嘅卡仔特別係閃卡嚟噶。我嘅開箱就到呢度啦，有新貨我會 keep 住開箱噶，記得 follow 我啊，拜拜。